重视这个学生的品格教育。台中的立泽中小学去年发起着爱心恒优惠募款，募到150多万，创下着6年以来上悬的纪录。即天因甲部分的善款捐赠予西屯区的慈善会，而且邀请学生来参加这个捐款的活动，就是要让学生知影讲，会当付出甲关怀是一件真有福气的代志。 在众人见证下，台中市立德中小学的校长将20万块的善款捐予西屯区慈善会，由区长代表接受，会将这笔经费用在急难救助的用途方面。 我们不管是老弱妇孺，只要他需要帮忙的，那我们39位的里长随时都会帮里民来提出申请。我们希望这些孩子从小就培养这样一个很好的关怀别人的一个胸襟。 去年校方发起爱心活动，金额募到150几万，这是有史以来上济。经过统筹分配，分别捐予教育中心、甲惠民盟校等10个单位。这一天，更加邀请学生到现场见证，分了解死比受更加有福的意义。看到那些人有被帮助之后，就觉得他们总很快乐，对，不用那么辛苦。 虽然已经欠真久啊，不过捐出来这学生囡仔拢未唔甘颠倒，更加欢喜。校方透过一场公益活动，和付出甲关怀理念，深深印在每一个学生的心内。我是陈雅玲，想要跟我一起从零掌握天下事吗？赶紧按下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的订阅按钮，开启小铃铛，跟我一起探讨公共议题，给您最专业的华视新闻。